你是只有听前面的。哦，后面怎样呢？后面吼，他就唱了一个忘情。今日落去哪采呀？你没特别紧张哦，无汹涌。还好。内力哦。山高柳那冲啊，心无可哟，无创高的心爽，闹热大擂台，闹热穷下来，哈哈，又来咧。大家期待啊！你闹热大擂台节目又呈现无大家啦吼。啊，经过2礼拜啊，呢精彩魔王踢馆赛以后啊，啊，你来到全新的赛制啊。今年有全新的赛制嘞跟哦。大家报告啊，连用的比咧。嘿，用来比咧，今年就还来请头摆请优秀哦，请咱们的学长学姐们以抢下来踢馆。节目分2区进行 PK， 先输区总分较高，也系讲评分就全部过关；系讲总分较大就暂时淘汰分数最大嘅人咯。今年评审先生有6个先生、7个先生、总费先生、有小奇先生。急急进行今日踢组的。刚刚学妹先来了哈，潘以涵要带来5个新关度。嘿，那个学姐呢，龙贤贤哎带来呦这个新歌诶。冲新歌的哦，专辑里面的新歌哦，马吉歌一万个秋天呐，来，弹完了。4位学姐，你们好！听说你们今天都带了拿手的歌曲要过来 PK， 但是我是人称客家梁静茹，今天就让我用甜美的歌声来征服你们吧！你嘿，唔嘿，面对你起嘎唔嘿起嘎，你嘿，唔嘿，刺都在你心中的笑容，你嘿，唔嘿，唔知。马该温度赐予你嘿，嘿，否定在你心中的顺流，嘿嘿出三比以后，将心度给声音变的背过，让你个。你在你落寞谈到，而你做一个事，你吃多么重要。你的心温度，可能一在生命内，几多唔快乐，让你将伊否定。
学弟妹好，我是龙轩轩。自从闹热毕业以后，我还是有持续的在进步哦。希望我们可以一起为闹热闯出一片天，加油！行了条重重嘅天涯路，行了条重重嘅孤單路，我唔會飛跳，我也無後路飛跳。行了條重重嘅歸鄉路，行了條重重嘅思念路，我腳步停停，我也緊行緊慢。十万個秋天啊，這番呀故事，這番個思念啊，這番的墨水，這番個秋天啊，這番開風風。哎呀，谢谢。哇，哎呀，新歌又拿出来了。韩后堂呢，真的漫影腾霞呀。这首歌是我写的，就是词曲都是你吗？其实是我跟爸爸一起写的啦。就是因为阿爸一个人在大陆，在梅县万秋楼，所以你爸爸在万秋楼不是干什么？我爸爸的哥哥。哦，阿爸。所以就是他一个人离乡背井，就是很辛苦。所以你这样心中有那种感想哦，对，才写出这首歌。一万个秋天，万秋楼。对，因为刚好有喝到。有喝到。有喝到什么？不是有喝到啦，万秋楼跟一万个秋天就是有万秋这样万子。秋楼，那个是总不可能写1万个秋楼啊。遗憾亚条国人特别有这样的欣赏。然后编曲对不对？对，因为原曲只有简单的吉他，对，我就请老师在特别帮我编曲伴奏。哦，小康老师，那你这样要收多少钱？在闹热里面编曲都不用收，他编真的啊？对对对，这跟我就收。我看你的心情呢。看那个人漂不漂亮，合不合你的意。那也不一定啦，也不一定，也有长得很奇怪的要不要？谁？你说谁？谁长得很奇怪？哈？谁？谁啦？某人啦，某人，要凤飞飞组曲，我实在有点那。哦，那个单梯更哎。不要把我要登上小巨蛋的歌讲出来嘛。好啦，来谈一下欣赏的公平。罗国立老师。我从学姐先讲哈，轩轩今日唱的歌诶，这套你唱一首歌，这套就讲很少录的歌诶哈，在录音室底下唱很多遍应该没问题吧？如果还是有小瑕疵出现，来行业调路的时候，那个低音没有处理得很好。但是整体来讲，还是有把录音室当初的要求
有做到95%以上。好，再来讲学妹怡涵，你今天声音有点脏哎，你那个清亮不见了，然后你的高音啊，到副歌的时候，每一句副歌的都是高音，两个循环度，我老你讲这几句高音的地方，你都音准都跑得很离谱哎。还有你的声音，今天声音也是很紧，你这样子一直在不稳定的状况的话，其实说实在，蛮替你担心的。今天的分数我给你一个警告，好像套句哲伟老师讲的，扣掉分数先记在我这边，以后你表现好之后加倍还你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！谢谢。谢谢老师。分数问题，今天分数模糊，可能晕投胎呢。对，给明天关键呢。对呀。好像他还不至于啦，怎么淘汰也淘汰不到他。而且你说分数记在你那边，那个是叶嘉修老师的话，坐在那个位置都会这样。他现在已经升级到阿泰啊，声音有阿泰。好嘞，这位老师，对萱萱来讲，佢比细比到厉害。当然，今天我没让提讲啊，因为你身体有些状况。不过我还呢落发一支，去到台东的，你哋係艺人呢。其实是没有理由的哈。当然，我知道有列首歌曲当中有係我家唱到故事的。你有一个很棒的武器，就是你唱歌要唱讲故事。第列首歌曲我冇唱到，较大声的哈。不过我相信身体调好以后会一直都，其实你有实力在啦，不用担心，只是今天的表现。那遗憾的发。又唱错歌词，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办法原谅你，因为都比罗利亚哈年度了，你还是季冠军，你怎么可以犯这么大的错误？你唱听一句你就唱我们超哎，其实我对这件事情我是蛮在意的。你黑，黑，刺痛在你心中的笑容。因为我觉得你还对你自己的尊重，还对嘛个对创作者的尊重，我觉得对创作者很重要，因为他写这么好的歌，你唱错，表示你没有认真在练习，好不好？然后，基本上两个人都各有优劣，我们就看成绩吧，加油！好，这个说真的，就是讲这歌词的问题。你说像《茫茫告心机》这个我自己的歌，那么熟悉，我也唱过几万遍了，对，我还是会忘词。真紧哦！老人痴呆了。老了。好了，来看一下两位的分数。先来看潘怡涵的分数。这不是海选的分数吗？是海选也不可能海选80%有通过啊，80%下就冇通過。对呀，这个分数好低哦。哎呦，快睇咧！今天危险了哈。来看一下萱萱。用萱萱的分数。好，目前那个学长组91分，那学弟学妹们组88分，扬3分，好吗？3分。好。好。黑 boy 看有没有办法把它补上来，好不好？可能的哦。哎，好，谢谢两位，谢谢安志 C， 好，专业毕业当好丑。你金元基还金元唔係啊，金元基懂穩呢。係哦。記油頭係乜嘅意思？你知道係乜嘅意思？唉。清肺聲，我一定會衝過分。好，那就李金元帶來5年萬年。好，安學長學姐組嘅個林思玲帶來客家新橋來談啦。第一次呢，二老學姐 PK， 我看那咧全部都寫阿姐。阿贊我用的筆，但是我咩省油的燈，我希望戰鬥下去，大家加油，好冇？安志 C， 謝謝。
掩埋你掩埋你怎么起？你爱嘛，你就嘛你，爱也要爱要去。从来不是轻松来不提提，一言一个下了眼眶，错了眼无所谓，拄好今夜夜分离，又嘛该了不起。你做你爱做爱，共一个一团去不出的一地，当中爱我无喜，讲到你爱爱都会欺骗爱，你掩埋你掩埋你掩埋你怎会无情？现代爱行路走的。比赛时间有点啊。有啊有啊，比罗亚是过年，比老人痴呆了。今年可以在这里讲老人痴呆。哦，没有，他还年轻呢。卡掉。也发落水也过。讲这个就是荒废那个很好的一个教职。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？我想得更开，我觉得我唱歌也可以唱得很久。哇！他应该是想说，冲国冲的话，也还可以专业继续告诉。不要讲出来。对。我们这对美女军团个个都是实力派歌手，我们的学弟妹们，你们准备接招喽！在心中，某言明，某言甜，一生平平淡淡嘛个面，不管年眼前，不惊路安言，永待爱行路走的。风吹天马干年浪落天秋，人的一生人好好拜拜，爱为平衡都有谱，不会记得欠爱的事，爱会永远做两下个心球。天马干年浪落天秋，人的一生人好好拜拜，
几岁？好好听哇，甜心，客家心安久 Q 无哦，见，安久无见嘿哦你有見過誒？當叫年度總冠軍比賽完做過。哦，之前比賽是這個有啲啊？有啊有啊，有啊，伊有咩故事推給你？哎，對呀，送一個呀，送一個，送一個，對，15個耶，比到呀10多年，老人痴呆呀，還沒到痴呆，越老越帥，對對。哎，越老越帥，我們的偶像。好了，金妍姐在這裡你講老人痴呆，你是太年輕啦，卡掉。大家腦日大擂台所有觀眾朋友，報告一下，我哋金元節吼，佢哋有參加我哋腦日大擂台，每一禮拜六的時間吼，攏某天是翻，某天是偏東，攏拿一種拍子團一支筆帖寫默寫，伊前面衝的國詞，真的哦，因為好認真啊，都是啊，按音好認真，按一定要顧的，真的，係啊，我們就讓他通過就好了。但是佢有嗰種嘅神力啊！啊，神力哦，有加持就對了，係嘛？之前比如講，佢想學鋼琴，叫我考冇鋼琴，較建議嚟講，現做送鋼琴就會比啊。按好啊，那麼容易心想事成哦。因為佢喺我家用朋友嘅來嘅，佢到個餐廳做 keyboard 手嘛。家用嘅朋友嘅來嘅。有一年接龍我落牛卡，結果來到我做炒米粉比賽，結果我炒米粉，係啊炒米粉，我想來不及嘛吼，啊我做炒米粉，啊佢轉間佢就講我可以打包嘛，我講做得唔帶轉，結果幹部就打電話來，叫媽媽打電話叫我見每去養護卡吼，我做看養護卡可以不用鋼琴嘛，有鋼琴嘅地方嘛。個叫看環境，叫我鋼琴我來講愛送本，我講好，妥當嘅一擺妥當嘅。一碗米粉都換一台鋼琴。家你阿媽就隻隻嚟炒米粉。係啊，咁我閃到上個哦，我100萬，佢叫我送100萬本。有啊，我有做夢，但是夢唔到。夢唔到。四年級啊，係苗栗文化科嘅科長。苗栗施工所客家文化科。施工所。所以你本身係公務人員。我公務人員之前就比賽㗎，喺到水檢處。哎呀，調到本周年是主任，然後轉一轉客家文化科，人家講個拍帶，因為責任較重，較無限。然後過今年7年班，市長就講，因為佢科長請唔到人，檢測請唔到人哦。然後佢就講啊，叫冇來接，啊人家講很多抓交替，7年班呢，然後就跳入火坑。冇人也是想講吼，對呀客家文化當然興趣吼，台北去屆13年興趣啊，然後就變講想講為客家做更多的事情。貢獻。所以我接有辦法通啊，有。法通當多。當多哦。你知道承辦人啊，也得法通。啊，有辦法預算搶嘅當然的量啥麼？當年懂分養，市長一定懂分養哈，尤其回家鄉嘛，我們對呀，我們苗栗之光，台灣之光嘛，當年應該，幾飛，好，等日好消息，來努力。好來，談鋼片來。總飛先生，金玉姐姐，我都喜歡你的聲音，每一次聽你唱歌，就是非常的刺眼舒服。然後今天我覺得你整個的音準。整個的感覺都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。那其實可以很仔細去聽你的一些小轉音。你第一句那個你愛嗎？你那個小轉音，我覺得你整首歌裡面非常多這樣細微的轉音都非常的漂亮。你愛嗎？你就愛你，愛也就愛有真給我講給你的一個問題，其實就是在副歌的時候，有馬該了不起，那個時候的第一次的時候的，敘述的感覺比較，可能第一遍歌還沒有很放鬆，所以就是那個層次比較沒有那麼好。第二遍的時候，我就感覺你不太一樣了。第二遍你唱到那裡的時候，就有一種有馬該了不起，你就有讓我有這樣的一個感覺，所以我覺得，今天我對於你唱歌的部分，我覺得是很肯定的。謝謝。那司令，
我觉得那个整个情绪的感觉表现的还不错，略有一些音准上的问题，再调整一下就不错了。但是对，今天跟以前比的话是差不多。对，好，差不多。好，刘老师。金敏记哈，其实你最大的问题就是只是一个律动。就 N8 歌曲有一个律动，因为他今天小孔锵老师编的这个曲其实很强烈，对牙嗓底部是没有搭得很合啦，好，所以你律动那部分 grooving 那部分可能有太厉害，然后听一下就是说你在尾音上面会比较沙哑，好，那是声音的本质，那跟魔法突诶，但是在音乐节奏的律动那部分做改编的话，那你会很不一样。至于士林哈，今天一开歌就听到你的那一个其实你最大的特色就是声音很优美，很内敛，很沉稳，但是你今天从头到尾都很紧张，好，从头到尾都很紧张。那在这个压拍子还有我们讲说这个沉稳的部分，去诉说的部分哈，事实上你整个副歌的架构就不太对。就你自己很紧张的歌场底部，你全部拍子都事实上是有抢拍的，是抢拍的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说，你那个频率浮得太高了，所以在中低频里面完全都没有声音，所以的重量都不够。这可能是对你后面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。好，来，沈梦怡，谢谢。来，看分数。先来看李景远的分数。没问题，那种分数一定留下来啊。OK， 好。好来，看嘅哦。林思玲的分数。学姐，我也替他高兴啊，鼓励他啦，哈。下一拜好期待你的那个劲歌热舞。莫插旗，要不要做？老学姐标准的一分了，哎呀，老学妹，我假老啦，经典的学妹，加配海叔的歌词的哦。好，加油！继续努力，下次再来，好不好？好，安志谁？谢谢你，谢谢。合作休息。好，3号来学弟陈崇军带来威猛。哎呀，抢到呀，咩当旧模出现刘嘉文带来风脉，来，弹过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长军。今天来了许多熟悉面孔的学长姐来组队 PK。我对于某些高手啊，这些学长姐是有一点害怕，但是呢，我相信以我的实力，一定可以打败他们，拿到我最想要的成绩，让所有的观众朋友还有评审们看到。谢谢。春風來來去去，吐着花香。蒲雲陰陰空空，看無見面容。多來也朦朦，彼此也朦朦，帶出發癢，空對夢。春雨停停落落，淋濕天空。水點久久空空，流過樹枝旁。多來也匆匆，彼此也匆匆，留下嘅痕跡猶未用伴奏。還記得這場歌，
风天水地就相通，上条无歇困嘅歌曲，爱伫掠听听嘅唱，烟花落水嘅光，也景色汹涌上冲，你敢有看到？用到故心发青葱，相信伊天足会转来，袂无爱定义对爱唔会无信用，梦伊唔会伫爱梦中，搁再去使用。敢含记地说公歌，风添云山依旧转，写条不算芳嘅恋曲，为伫掠天漫嘅窗，烟花落水嘅光，手强掠千言万语，变作无奈何，喊相拥母子来交换，相信伊会输信用。谢谢。嗨，大家好，大家係唔記得我冇？我係劉嘉文，你是關嘅關注。想當年我比賽嘅時間15歲，兩下我已經係2歲人嘅媽媽咧。唔講人講，為母則強，根本你我就是你們最強的對手。山顶海
叫莫见啊！这莫喊乜嘅？土生日。啊，土生日咧，係啊，呢度誒。兩隻。啊，唔會強哦。哎，你細細隻嘅真會強。4粒字嘅呢，唔會強啊，強到2隻嘅，係咪？厲害厲害。土生日當辛苦哈。係啊。真係啊。當好教。當好教。咩當好教？一胎咧。一隻4歲，一隻9隻年。就是啊，4歲很短長嘅時間啊。哦，上到就哭。有荒廢不用衝過誒。有荒廢一點，對。荒廢一點。就是比較沒有時間啊。看冇出去衝過。哦。對啊。像這個就是荒廢那個很好的一個教職工作，這個衝國外的，真的，對，特別高書哎，對，你為什麼這麼想不開嘞？沒有想不開啊，是想得很開，所以才會。問題高書，這個教書不是時間可以很。對，然後我想得更開，我覺得我唱歌也可以唱得很久，所以才會放棄教書。那麼有信心，就是想得很開。他應該是想說，衝國外衝唔到嘅話，也還可以專業繼續教書。哦，黑暗的演員嗎？對，不要講出來。對。好，今天2位知道表現樣板。我很緊張，我今天是算是來鬧熱打擂台，數1數2緊張的。為什麼？因為今天那個莊慧茹老師來到現場，他太了解我的聲音了。他在紅人榜是我們的和聲。哦。對對對。然後我們從彩排，然後到錄影，唱了好多遍。他至少聽我唱過，可能50遍有。所以那私底下他也會指導你，知道嗎？對啊，反正他聽過我聲音聽太多次。他不會知道，他用一個眼神看着他就對了。所以我不會，他今天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真的嗎？真的嗎？今天唱得很好啊。謝謝老師。那到底有多好的唐明哈欣賞的公平啊？羅國立老師，先來講學姐，嘉文哈，你今天定這 key 是你自己定的嗎？好像定太低了。太低嗎？前面唱白了，所以你在唱主歌的時候，因為主歌都是很低音的，在低音的部分，我們根本聽不太清楚你的歌詞是什麼。就是很模糊的帶過。可是到了副歌進來，你高音進來之後，你看是不是你的優點就都跑出來了？所以你在定 key 是這種事情是很重要的。我覺得今天你唱這首歌，你再把它升個一個半音、一個全音都還 OK。好。再來場均哈，有一個缺點就是在你唱主歌的最後一句單純發樣那一句的時候，你做得太 over 了，你的口氣做得太多了，我們被你嚇了一跳了。多來也朦朧，意思也朦朧，單純發樣空對夢。這太 over 了，就有一點點覺得。太做作那種感覺。那整體來講，其他部分都很 OK。好，你的表現我今天蠻欣賞的。謝謝老師。好，安子誰？好。這唱呀，心中的魔鬼。好。莊老師。好。但是長君我覺得很棒哎，其實從之前在這裡聽到你唱歌，紅人榜唱歌到今天，我覺得你的聲音中國越來越進步。但是再給你一個提醒，你的共鳴的地方。高音的地方，你的共鳴比較在中間上顎，所以說當你在往上衝，為什麼會有一點扁？就是因為你衝在那個地方，直接往上，你的那個嘴型如果沒有再稍微大一點點，再往後一點，它的就會比較扁。如果你的嘴型可以再開上下開一點，再往後一點，從這樣子腦門子上去，它的厚度會更好。好，下次可以試試看。好，謝謝老師。用這樣的一定會更棒。好，嘿，好，嘉文的聲音非常甜美。對。我也覺得今天你這個 key 定的有點低哈，比較可惜，所以你所有低音的部分都沒有下去。你要記得，愛看，那個不是看，記得花落花開，愛經過了都很平，那個律動你沒有出來。如果你律動沒有出來，這首歌最精華的地方就沒有做到，非常的可惜哈。加油！好。仔細哦，好，真的講聲也講個 key 會跌下來。有一點。有一點。因為每天都很累啊。聲音太掉一 key。安尼就可能咧場均有辦法糾正的嘛，哈。啊，陳崇權的分數。
救生衣粉。哦呀，安尼嘉文那个救生粉的话就救准了了。哎呦，刘嘉文的分数。哎哎，耶！你的嘴巴。你刚唐先生安尼讲，大运唔下可能啊，表示讲，安尼学长姐那边可能因为会分数会有较差的喂。哦，有啦，降2台，降2分。哦，场均你看，那个高音让老师惊艳，现在脸部线条有没有柔软多了？脸部是不是？最近变比较胖一点了。没有关系，脸部表情都不一样。他刚刚这样看着我这样，哪有？条都冲下来是黑呢，带条行下了。我骄傲啊！对，我惊艳了。对，好，下次定期要定好一点，对，好吧？定高一点。接几位哈，转来，好，唱歌跟大家打。太高，安志生，好，恭喜场均，好，谢谢。好，呀哈，那个学弟学妹们，下平手。这个重责大任就要落到我们戏非法啊，戏非法，也是新民用呀，戏非法，嘿，好。雨娟你也要加油啊！戏非法嘅无奈何了。我这雨娟反正也都对嘛，反正都已经过关了，你就青菜匆匆啊。对啊，这本给要过关啊，对吗 ？OK， 哎，说不定他的青菜匆匆是96分呢，对不对？我的青菜匆匆，老师在这边呢，对不对？越强松分数越好，对啊。我也好紧张哦。没有了，还是要认真的，好不好？发挥自己的实力，好。对，加油哈！戏非法带来奈何？王宇健带来再见爱嘅树来弹看啦。他家最顺迎发风。你从我懂我啊？你是只有听前面的，后面怎样了？后面他就唱了一个忘情。穿山那叫那强啊！亚团康要发挥团队的精神，学员组来加油一下，来。算了。好厉害呢。今天听说有很多优秀的学姐来跟我们学妹 PK 哦。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，相信我们这些学妹也会有好的成绩的，加油！春啊伊啊树啊，梦啊伊啊食，梦到啊食条松变路哪用？啊食条松开发用，今夜伊的哪位哦，哪有有的有。梦啊伊啊食，梦啊伊啊食。
春啊伊啊树啊，木啊伊啊家，木头啊家面蓬松落来哟，啊家最顺迎发风哦，今夜你的来为哟，来哟哟的哟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怡嘅，我又再来咯。两摆莫看你嘅学长姐对按后生嘅哦，其实有啥啥后生人唱起歌来啊，为了你就惊喜哦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哦。牵你的手，听你的脚步，慢慢行人生的路，用后背的辛苦，换头前的幸福，爱感夜目接喊的做甜蜜的梦，思念的风吹过来。爱等你同享，俩心酸的爱，夜光啊，将你走起的路，半夜风的去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。爱袂等你向下半面祝福，残酷的爱结束，爱感谢天公，思念的风吹过来，爱等你同享，俩心酸的爱。夜光啊，将你走起的路，半夜风的去看清楚，看思念的水落下来，留爱你的苦，空到心肝肚，爱袂等你向下半夜祝福，残酷的爱结束，爱感谢天公。大哥，海君姐 ，Hello。俺冲俺好多嘛咯。无人会人道呢。人道咧，人道还冲俺好。人都还创安来看戏，无那真紧啦，人道咧。个人道还冲俺好。真紧。系啊。哎，唔过做唔得乖嘅。你这。你咩唱我懂我啊？啊？那以后。哦，你是只有听前面的，你后面你这边喝饮料对不对？哦，后面怎样了？后面吼，他就唱了一个忘情。下次。我知道。那个可以，对。太紧张了。遗憾，你看现在瞪着你，你看。我说我一定分数比他低，不用瞪我。我不能评分。评分。哎呀，已经88了，其实冇可能86分吧？也难讲哦。但其实咪表演都懂好啊，只是忘词今天。可能是前面哦，有没有争取到一些分数起来？来，唐先生的贡品。这位老师。
今边一堂呀上啊，就提供今边很多的吼，讲 model，非战之罪。唔过我吃到列出一只专业的故事，艺人的台当表现得当好的一种示范。譬如讲，提供恩用版型，容易一个哈姆把阿被上扛起来，变做一个武器。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给米的冲凉国外时间，有一些气音你反而做得很好哦，比你平常没有生病的时候给上吼做得更有感情，对吗？有场子狗冲头哎，你就会发现讲啊，我可能这个地方我就已经习惯用我于娟式的冲法，不过你可能因为感冒，你特别的小心，结果那个音反而特别的漂亮。比如讲思念嘅风，吹过了风到吹，你在真音转假音的时候，你反而做得很好哎。思念嘅風吹過來，愛的你同享，掠心酸嘅愛。列出高 Q 的層次我很喜歡，聽聽的衝，慢慢的衝，把女生的溫柔婉約唱出來，這是我很喜歡的。好，到這來看非法哈，慧華你好，老師好，我忘記了，我現在都已經覺得你是客家人，真的嗎？謝謝。因為我必須要說，你非常認真的在這首歌上面做功課，這首歌我非常的喜歡。雨薇老師唱出男人的無奈，你本來要表現的是女生的無奈跟嬌羞跟怨，就有一點哀怨的感覺。對，最後一棒的無奈。委屈，對，委屈。你光那個前面那個清唱的最後一句奈何，我就非常喜歡你的修飾音了。我覺得你把那個味道唱得非常好，你唱出女生不一樣的奈何。很可惜你就是吊詞，吊詞以後你就整個拍子也亂了，全部都亂了，連你自己的表情都亂了。所以不管你有沒有留下來，你要記住今天這樣的感覺，好不好？當然，不管怎麼樣，都希望你繼續唱更多客家歌。我不知道後面會怎麼樣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謝謝老師。謝謝。好，劉少奇老師。劉老師。那個慧華不是客家人哈，沒。客家是有一個不太一樣的地方了哈，就是咬字對你來講是很大壓力嘛哈。你的聲線可以表現得非常好，那個韻味律動都不錯哈，不要忘記一件事，你下次唱客家歌。好。你唱客家歌，所以我給你一個建議，小調類型的歌你盡量不要選。好。對，原因什麼？因為小調類型的客家歌它咬得比較重，你的語音都下不來。哦，這樣子。你下不來的時候，你在拉韻的時候，反而把你的一個閩南語的唱歌技巧全部給磨滅了。嗯哼。對。好。那你，然後第二個，以你比賽那麼多經驗的情況下，你今天緊張。跟雨燕差不多，你今天那個緊張、那個驚恐的表情，不比前面差你真的是緊張哦，你被緊張了。對，他那個表情很驚恐，因為他剛剛說這個重責大任就在我們兩個身上。我想說很多大型的比賽你應該有參加過，有。我講這個是一個很好的經驗啦，好是啊。那在咬這個方面，小調的這個部分盡量不要選，好，可以把那個抒情歌帶到，哈。好。於娟哦，這個今天唱的。我個人覺得你真的是一個大將之風了，但你今天一聽到吼，實在是沒辦法，3號有一點點失態啦，但你很認真在做，我聽得很清楚。那雨娟要給你一個建議，就是說你在那個聲部的前面哈，請要注意一點，就是說你的那個丹田氣，如果你把聲音放到舌尖音在前聲部，很重要。原因在哪邊？因為你過去所有的聲音都在後聲部，後聲部，這要講那個昶均是不是？昶均，你今天所有的聲音，剛剛沒有機會來跟你講，都在中頻，最高音在這個口腔中頻的上端。你的歌曲進步非常多，穩定性非常多。但是如果你有機會要在比較好的一個成績的話，要把聲音放到前聲部。好，雨娟也是一樣。當然今天這個部分沒有辦法很好的解釋，就因為聲音有點改變嘛。哈，好，兩位繼續加油。好，謝謝。好，重責大任就落在2位身上了哈。嘿嘿嘿，看安尼學弟學妹們全部做嚟留下來嘛。上面面白白咯。來看戲非法嘅分數。88分。哦，同意和同樣88分。好，再來看王怡健的分數。
62分。好彩，好彩，好彩，好彩。你如果不忘词的话，应该基本上至少有89了。你觉得这样就不会淘汰掉，就怕他淘汰？等一下我们可能要打一下，看谁打赢。没，现在这2位分数一样嘛，就暂时淘汰了。呛死啦哈 ，OK， 好，还有希望的，好不好？然后你养好你自己的病，好不好 ？OK， 加油，加油！好，谢谢2位，谢谢，来回做休息。后一两组的比赛，就学弟们。对，加起来360分。好，学长姐们364分，4分。所以签时也淘汰出来的学弟学妹们呢，2位好，2位签时淘汰哈。安尼，加油！好，下礼拜再过来变下来啦哈。哎呀，都传统组的了哈。哎呀，庆勇，好了，按多少年呐？哎呀，好，前面 CP 组的学员组了哈，后边呢学长姐组了哈，嘿，要庆勇来踢馆喽。对，也团庆勇发挥团队的精神，哎呀，好不好？好，士气拿出来，学员组来加油一下，来。算了，好厉害呢。紧安尼行业安尼冇办法，因为懂得紧张，你配歌词你冇。啊，咱呢学长姐有冇伊嘛睇紧张，按叫冒充诶，系咪？尤其艾罗森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哦，一面一字咩当叫冇看到，啊佢念啲念啊，咩当叫冇看到啊。哦。阿份顾较接嚟啦。阿份顧接嚟，常客啦。接嚟。接嚟。好，加油啦，加油！啊，比賽之前介紹評審先生嚟。李秋霞先生。恰皮嘅先生，永遠有先生，天秀峰先生，馬上進行佢嘅比賽。好，加入偏愛學弟派出來就係賴清陽，愛帶來平板，安尼學長派出來李文芬帶來羅山歌來聽啦。今日我撈嘅跳擺嘅優先者來 PK。希望我哋當好嘅先啲唔怕佢哋做舞王啊，你做你彪馬過來，啊強讓讓丟睇佢，好。客家了。穿山那叫那強啊，十八路飄啦，四季哦把那接啦，雲流了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我係李文芬阿芬姑。當番日今晡日要轉來鬧嘅大擂台參加了學長姐 PK 賽，希望呢你啲學弟妹呢認真鬥唱，我哋啲學長姐一定唔會變下樣咯，大家強下加油加油！
擂台，唱山歌呐。太假了，天师啊，面前错呐。各种强调，拿来唱呐，日后了。观众啊，为下多呐！哇，呀，这位好南边好看啊哈，两位应该有硕士了啊，有啊，懂熟吧？哦，应该懂。家体咯，不会读懂。应该做那水去做标母的，强哦，差唔多出建筑的哦，真的啊，系啊。咁要按拄好喏，啊，两啥要向下冲的呢啦。嗯，你也得按学员组哈，没真的要好好的冲，做唔得做老鼠屎啊，做唔得做老鼠屎哦，唔应该唔会啦，按稳。谢谢。係啊，佢當冇冇問題。好，嚟聽下先生嚟講。朱夏先生，有樣一直蠻等人講。啊，強數對強數，啊，文分了青年兩三同哩係三個嘅平常時比賽嘅嚇，上頭能夠看到唔到拿到冠軍。數學呢係講誒啲青年嘅上浪調上面當好，原圖啊清好，入面做了一獎嚇，唔過我當獎跌破。哦，你睇最睇缺點，哦，真嘅強要跌破，個好嘅唔創嘅直接冇啦嚇。第一隻缺點就係個當講嘢，唔過冇跌白，客家文化冇客家。客家了文化。啊文化哦，創咗以後唔好強當，你注意下，鬧嘢擂台冇擂台。鬧嘢擂台，再轉轉，後背再嚟轉上去，冇鬧嘢擂台，一下就轉上去，變成你嘅四模章。鬧嘢擂台，啊，衝上嗰時，你為你勇氣跳台，不幫你感覺你後背你輸贏嘅時候動硬，讓佢再過肩，嚇。還有客家天師面前坐嘅時候，各種冇各種，你以為你會咗很遠係嘛？咩各種強調，咩各種，我注意嚇，你記陣時嚇，兩下就飆一飆，加油！哦，什麼先生？好，唱歌呢？車先生。好，真是對強數對強數哈，兩啥音質啊，也做得講相當高。哎呀，個來前年是人佢創嘅平板，一般呢就講誰來創嘅國語平板，有咩就也他媽講也無法講。啊呀，李文文先生呢，佢那個也嘅幾個員、研討個員經驗相當多啦，嚇。就加下係因為講一個台詞，先將一詩熬上嚟以後，然後來做，又唔是按日就同佢做嚇。其他部分來講啊，做嚟講開6年，開6年留到一年。各種，
主要踩死的盐，可能都年期向糖起嚟要踩啲嚟天然啦嚇，也不上太啱啦嗬。好，兩位再加油哈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先来看学弟的分数，好嘞，来青年的分数。 95分，5分哦，當5分呢？係啊，會強啊！阿芬哥，唔可以強，唔可以強啊！唔係贏分數嘅書記嘛？書記嚟轉啊！好，李文芬的分數。今日落去哪采呀？今日特別緊張哦，冇響用。還好。哎，唔識啦，人家吐，啊，識麼人家吐。有內力，有內力。內力好。 台灣了風那見啊！最近睇網絡上 FB 清風啊，同學一直問我啊，問你什麼？問我說有上電視啊？他們有沒有歐露你？歐露你？沒有。沒有啊？怎麼會這麼奇怪的？不要教了這種東西，不要每天不要講。 文芬的分數，哇，國術對國術，你看，踢足大片，踢足大片，好，下晡繼續加油啊！好，下晡還3組哦。哦，好，按這些，好，學弟聰嘿。 來問學妹聰，學妹，哪片？學妹喜米勇帶來3個字。好，按照像我哋小小學長羅思仁帶來剛剛3個字嚟睇下。今日係學長節嘅 PK 賽，都冇杯太太細細比賽，太一家都有夾過咧，我嘅實力太一家都低，唔是多講，等等看吧。 今天我回来当学长姐喽，各位不要小看我，我可是大有来头的呢。今天我要唱的是我最有自信的3歌子，学弟妹们，你们等着瞧吧。台灣了風那見啊，唔會了茶。
也有台中之风啊哈。真见国生像安尼巨星歌声用。哎呦，唐公最近变成网红了，网红啊？哎呦，真的？没有哇，那个啊，无哈。嗯。唐最近伫网络上 FB 清粉啊。有吗？有啊，嘿啊。就同学一直问我啊。问你什么？问我说，你有上电视啊？然后你怎么回答？我说有啊。哦。认为你表现的好还是不好？很惊讶。很惊讶。啊，他们也有 follow 你就对了，呀。没有啊，就是一直查我。你要不要去搜寻？呀。对，你会看他评论，对不对？没有留言啊，只是看。他会按赞吗？没有，只是上 YouTube 看一下。他们有没有欧露你还是什么？欧露你？没有。没有啊？怎么会这么奇怪的？不要教了，这种同学，不要明天不要讲话。我要教你啊！现在最流行就直播，对不对？你像姐姐她每天在直播。没有啦。我们在吃饭的时候，她就一直在直播。跟你讲啊，我现在对，一个礼拜才一次而已，好不好？一个礼拜一次。对啊，不然我的粉丝朋友会想我。你说直播啊，搞他个创山歌。系啊。生意呢啊，直播个无人做呢，唔会清风啊，同讲。赵德武有哦。啊，赵德武他有做直播啊。有啊，自弹自唱啊，打算就是要跟你抢生意了。李秋霞老师的另外一半都超呀。哎呀。你今日可以来那格外安静啊。好。是糖啊。是糖，今日特别紧张哦，冇强还好啦。唔洗啦，人家吐，他洗么人家吐。感情冇强而且他的力道。他的力道很足哎，嗰種啊，今日看那新聞有冇一神棍啊？有內力，有內力。內力哦。啊，江老師今日兩位唱得樣板。兩位啊，係相當嘅程度按不錯啊哈！密宗小姐呢，嘅三個嘅每套表現都以好，咁佢呢佢可能參加年會嘅安尼有到緊張嗬，所以佢上音有到發抖的。所以民進黨聲音有到安尼唱袂準啊，了啊。那係講才用也兩隻係都係三個字，但係老小弟弟兩隻比起來時節那個密宗小姐哈，你第一句是按過去咧，按聽一句帶下來，第三句10個又放上去，所以你安尼。做得剛才表現的時節，你可以斟酌哈，做得佢唔係講你錯，因為呢，你係按照三個誒當非常誒彈性嚟啦，我兩個比較的時候，我睇到老小弟弟嘅這個腔調呢是非常的工整，非常誒規規矩矩，講起老小弟弟哦，色彩非常嘅感動啊，佢聲音質也好，音色也好，韓國佢唱了三個安采嘅年齡啊。唱到相當嘅有磁性哦，非常正嘅聲音。我看到佢，我是講啊，你啊，一下還蠻有個變聲期嘅困擾哈。亦將呢，把你喜歡的歌最好唱嘅歌啊，最喜歡嘅穩重，那啲演技片啊，歌啊，這個好嘅歌啊，然後你客家山歌也好，通幫時，然後佢溜起來，做俾你。也係個當好嘅經驗，因為你當你溜起來，對溜起來，但過去我學生我都會要求就是佢童聲以前的天使之聲，先讓佢溜起來，對。對，那江老師出錢啊，來幫他錄啊。出兩次啦，好，我們來談他們哈。談啊，好啦，做得，很棒，兩沙要當背，當好，對。好，什麼欣賞？謝謝。再來唐師傅欣賞。講實在吼，今日主辦單位用按用型的方式來比賽吼，正經本來就當享受吼。今日那個學長老各位學長學弟學妹安尼來比賽方式吼非常好。唔過今日美容吼，今日正經當明顯就會正經當緊張吼。唔錯吃衝嘅時間，我哋有人講記得，我都有談起來吼。結果唔真是從衝嘅時間，還係強人講記得。記得路已那前。韓國我想講，唔後尾要去搞個來轉了冇吼，唔過唔正經當緊張。
吼，甲压力当中，从伢个表情，你唱歌的吼，迄种享受了吼，那老伢痴心的表现出来，结果因今日上吼，规只无表现出来。就会入安样型吼，当紧张的上吼，和你诗人吼，哇，真然不得了吼！你喺台中吼，年纪按细吼，如安样型表现，真然非常无简单吼。不过从你个听耳机的时节啦吼，可能唔啲一样的就特别熟悉了。规只个个山歌子的韵味啊吼，可能係年紀的關係啦吼，古時候唱的時節韻味吼無法表現出來，安樣件吼。我相信啊吼，迄度嘅歌唱嘅比賽吼，就電台舞台嘅經驗之後呢，也個山歌會唱來更加好，是嗎？好，是嗎？好，希望哈，真的希望經驗越來越豐富以後，真的以後安尼客家嘅山歌繼續可能。好不好？好，這時間就可以直播搞大家唱歌嘞。好，好嘞，看分數。穴道歌后希米勇嘅分數。61分。好，問你哦，分順哥，羅思妍嘅分數。好，安尼也目前签死，安尼学长学姐赢1分啦，吼，系啊，啊就看后边有2位咯，吼。好，加油，加油哦！创书天可能个后人头个穴道磨。多多嘅，一個很多多嘅婆婆愛。冇多多嘅。太高，太高，太高。多啊，你跳起來。唔咩篤嘅。哦，唔咩篤嘅啊？哦。唔衝嘅唔篤，計咩篤嘅？好啦，好，2位多謝，好多謝。什麼？謝謝你。啊，謝謝啊。哇，羅斯人呢，越來越態了。其實佢演到呢。你演到了，越態越斯文啊。對啊，而且他那雙皮鞋真的擦得很亮。哦，真的，就是可能上台。100空一數。雙腿當做嘅。雙腿當做嘅，好啦，3號嘅一組。學妹組，彭玉琴帶來肉山歌。學姐組好，學姐。林麗玲帶來掌一排。好，我彈。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我係彭玉琴。客家話有句話講，點點13萬公，就是我啦。今日我拿出實力來，到學長姐 PK， 希望我哋全部做得過關，大家加油哦！上台唱歌。
出了人方娘呐。有唱给我当出批唔好来。唔係錯啦，我有啊，我有海選咧。有海選。有啊。最近都比睇哪啲海選？我中意海選。我留下大家好，我係麗蓮，觀眾朋友還記得我嗎？麗蓮今日當歡喜，將來人哋鬧熱打擂台，仲未加浪。今日來啦，我哋學弟妹同下 PK， 希望大家攏有好嘅成績。阿姐嘛冇偷懶哦，平時攏要練習咯，大家加油！哇，呢年真你好哈！兩位主持人好，培春老師好。當叫摸看到你啊！當叫摸看到咧，係啊。哇，摸上到你啊，唱歌嘅哦，哦，越來越進步。有咩？有。係用喺上喺退步咯。以前唱歌冇進步。佢本來做規個冠軍啊。係啊。對啊，做當妹唱嘅。哦。啊，但是也佢個唱法比之前較冰。哦，現在比較收斂。上過動態嘛，所以上過動態。唱歌是從音冰。哦。次次去。行雲流水。在學啦，喺度嘅學啦，前兩學。那要係啲學啲教小朋友嘅唱山歌嚟哦。係要。哦，而且啊，你麗玲姐啊，哦。
动有爱心嘛。韩国生年小朋友的吼，来好冲散讲难免呐，我有点闷。我像安尼老师安尼小朋友的会有点闷。好，以为买那个零食啊，啊，个一些安尼的便利商店可以集点的有冇？好，以为集点节得到一礼物，拿去送本小朋友。用安尼怪生意的，知道吗？怪生意，安尼生意较要好，知道呀？会哦会，有人成日吼，人乖机吼，哎。你东西写机哦，你下酒头那些都是摇那通去通的。你礼拜摸那去哦，老师，你礼拜要摸通的。俺唔冲嘞，俺唔冲嘞。去为主的。阿爸是那个关系啦，对啊，生意很好都同好。系啦，一啲咧鼓励啊咧，吼，是同针啦，吼。安玉亲子，嘿，今边你好奇怪的学弟妹啊，组吼，要吹。每一啥都会紧张嘞，紧张哦。妹妹，你们是不是看到学姐来、学长姐来都会紧张，是不是？错啊，学长姐按会冲。全部都会冲，全部关键的呢。哎呀，免演突就会故意的呀。系啊，对啊，对。开办时候爱到当然一定唱安尼。厉害了，踢馆。爱唱无厉害，怎样？老贵啊！好啦，安尼两米冲的，安尼谈一下公平啦。好，朱下先生。好，玉琴其实讲老实话哈，我准备今日做了一讲，哈，上月那年度以后，我今年读到强数哈，阿峰啦会讲讲啊，今日做咩？哦，那么学姐哈，学长学之类，唔着学习嘅素材，佢佢哋创出唔着就會吸收，哦，佢唔好緊張啊，哈，我今日tháng ngày咧創一個，因為你所緊張咧，所以感覺嘅後年就卡卡。聲音冇個完全發揮出來啦，嗬，請大聲哦。還有是木匠嗰時，我是感覺啊，你咧聲音卡卡嗬。還有重愛，唔好重愛。哦，重愛。重愛，唔係重愛，唔係重啊，哦。還有韻味，因為三個老三個就只有演唱嘛，你做咩咁緊張嘅？重愛韻味，馬上就去接個做嚟講，一邊嘅後邊你嘛，你氣會感覺輸贏時就話不足。重愛了。辦了牛市唱嚟爭，唱來是唱來呢？就係硬呢？哦，有感覺嗬，係現反人嗰時咩感覺？上多少卡卡，哦，點咩是多少會讓強嗬，你就會心情嗬。還有呢年哦，聲音非常亮，唱嘅多少上樂嘅方式嚟唱歌。呢張一排就是美濃嘅那西太條指引嘛嗬。唱呢個歌曲，用你嘅聲音嚟嘹亮嚟唱當適合。唔唱呢種嘅歌，我們講用咗老師嚟唱當適合嗬。唔過其實張一冇張一就，你既然以前你按唱法，你要做人叫做貴精，你要準備做下講啦，哦，都很好發揮嗬。還有你第三期大班藝能上過了，輸音強格就輸題，大雙哦，因為你嘅音質稀拉哦，哦，還有你嘅咩年冬查加好，了為隻素材，所以希望你下回還有創了首歌曲，呢兩隻是你輸音做的，冇按格是輸題，請大雙哦，加油！好，剛才邱下幾乎講到。江老師哈，是，還有這個江老師的補充啊，哈。江老師，希望哈，胖小姐，其實哈也係兩三也係當右上啊，哈，胖小姐嘅上有嘛係當就講亮音量前好，咁可能你提起嘅是講雙推唱歌是木匠哦，我始終呢啲都壓力，像台嘅嚟講，你也是會唱歌，應當要當磁性。我始終你嘅壓力是你嘅磁性是唔啦，
所以新木匠呢，糖豆那个匠啊也上唔去啊，上不去了，所以那个就匠到。其他我知道不是讲按油哈，是讲你继续加油努力啊，运动不错的。东南带来哈，就是丽玲小姐给上映实在是很丰沛。是讲非常友善，而且上映的节吼，干净度通帮诶非常诶好。了解诶美容嘅各位当然啦，上线你上当友善嘅人呢，可能呢是通帮上司会冲出来。其实呢，你也许昨天呢，这个都就对安尼收放啊，上司就对感情的内敛就係推出来，所以就按照收放自如哈，所以就层次感出来的时间，维持从你按钮上来，老给这个那种韵味再增加细致度，这个好优秀的了哈。又叫为什么呢？茶嘎好就是好，你是唱成茶嘎好，哎呦哈那个，所以一字形腔，俩叫为什么不会懂男生茶嘎好，哎呦这样的，所以那个好。这个是一个重要的词啦。其他呢，小提凤还讲，这个你已经是很棒了，动好嘞，希望你。好，安子 C， 谢谢。再来看两位的粉丝了。好，现在看学妹庞幼琴的粉丝。救生衣服，要从安尼细密用救生衣服，来看学姐。好来。林弟弟的粉丝。学姐就是某公央的粉丝。你紧张是对的。书都高手。哎，人家学员呢，知道吗？紧张的粉丝都模糊啊，你也是同细密用的粉丝，我评分的。CBA 吧，个大海唔曲难，分数比两位较高的吧，两位要比签字淘汰呢。一般呢，细密用传染呢。传染啊，比车用唔冲就是5分来咯哈。好，继续加油哈！加油！多谢申梦学姐。多来你节目通过问大家。好，安子 C， 好，多谢生命当中。好了，3号来压轴。学妹，Q 兰带来平板。杨明业学长的带来中央平板的。今日要到学长姐 PK， 我平常出声音要冇幾多時間去練歌誒，但是出聲音要學到獅吼功啊，我肺活量要清態哦。希望今日有好嘅成績，希望大家。
各位学弟妹大家好，我是第一届演出赛第3名，今晡本大家看我实力咯，千万唔好小看我哦。哎，明日見面哦，哎呀，求難字啊！冇唔來人啲節目嘅，對冇？有呢。啊！我有看過100天。100啊！100天就真冇來咧。特別有唱機，我當出片唔可以來。唔係出片啦，我有啊，我有海選咧。有海選。有啊。最近這比賽哪啲海選？我做唔到海選咧。而家捧場，因為學我哋。金판海選吼，伊安尼嘅禮物哦，真澎湃咧！只要有來報名嘅吼，啊就會送安尼嘅迷你麥克風啊，1輛，然後一打擂台嘅上副。啊，嗰年時之後，我發紅包俾大家，特別冇錢，而且個包。啊，你也記哦，還一直記恨當初吼，佢嘅拜第3名嘅拜。唔敢摸哦，還得吃。佢講喺冇嘅拜啊，就是變第1。哦，嘅拜使有一點狀況啦，因為我喺講有乜嘅狀況嘅時間，我就慘咧。嗰邊就會乜嘅啊？穿太多錢。主持人咩講冇出，好出嘅錢咩啦，係嘛？啊結果我都來講冇出錢咩咧，我衝埋一個我唔知咧。哦，都未出，嗰快咧我心都亂起起嚟。腦筋一片空。錯，結果歌詞跌槍槍。跌槍槍哦。唔係跌槍槍啦。T3機衝到 T4機去啦。哦，丟嚟丟去啦，係啊。哦。啊，丟所用嘅。衝去咧。唔怕啦。哦，唔怕啦。唔怕。哦。沖茶佢 T3面唔會差嘅。係啊。所以走嚟邊啊？對嘛？有啊，有報名海選。有歌啦嗬。有啊。有啊。但是冇喺埋進來啊。見咩就喺進來嚇。咩啦？見咩喺來做魔王。反正一到舞台都本他家用嘅啦，本他家用嘅，他家嘅舞台，歡迎大家來。我以為朋友都會來，係啊。啊，安尼個。Q 蘭子。Q 蘭子哈，也關鍵之點咯哈，關鍵之點。哦。加前面2米1米95分，2米92分，人哋超過嘅2米92分，怎麼俾人淘汰？最後拿98分。冇可能。你看那是現在談，看那是哎。車先生。啊，今日人家嘅叫蘭小姐呢，佢唱嗱人家嘅明月小姐兩啥，同樣都平板，一堂就做得講堂都當清楚。做得講音質嚟方面，喺人家嘅明月姐嘅聲音質較好，但是呢，人家嘅叫蘭姐呢，佢用夾嘅韻味來彌補佢自己本身呢一個音質。是。哦，所以相對於講啊，聲冇一樣嚟唱，唔怕用韻味來提升就做得。嚇，所以
讲今日有奶有唔会发，大概就睇咗就会赢啦吼。有限三个爱学创的时间，其他创是就冇创了青春。有限了三个啊，爱学了创啊。其他来讲，要明仔做就算亲情。啊，哎呀，明仔子呢，同伊讲一下，假如一开始落魄的时间，脾气一细细的，险糟蹋的啊！险糟蹋的。一开始创的时间，我有吃到较夹的些的，吼，好在面方又稳下来。各位也听伊个创条山歌，这段个俺用四个行腔做得么？其实做得也唔会差，但是伊真是喺度讲创条山歌就係山歌，唔係山歌。冲跳了山那个啊！也同你嘅浸水站，大家同講一下了解山歌、留山德一兩種嘅無同樣嘅念發音嚇。好，兩位加油嚇！加油！洪先生，再嚟有請秋風先生。今日兩位吼，你曲蘭小姐啦，明嘅小姐兩啥吼，真然旗鼓相當吼。創一個歌曲咪係先兩個評判吼。講現在你曲蘭姐吼，雖然講人個上人吼溜rap吼，但是在我來睇啊吼，人個位評判的三個位表現嘅韻味吼，非常的好。吼，可見得你當認真做了好吼，你喺今邊表現的優點吼，當好，係你明嘅手機啊吼，你唱歌嘅時節啦吼，唔係每一隻上吼都能夠動態上，唔係我再開到動態，因為如上時吼，人家再現係冇工做好，人家上人也冇做好嘅時節，人家上人就會變到變態的，變態的個上人個韻調就會走態，個上個韻味就走態的，吼，你啊，迄個還有機會發好加油，好冇？哦，謝謝老師。好，安子姐，來看分數。現在看選美，曲蘭的分數。93分。學姐。明夜的分數。好哇，96分呀！有。學長姐都會冇用，厲害啊！厲害。你要再過來比哦。好啊。哦，等啊哈。冇心慌慌的哦哈。哪位多轉來哦？好，多轉來，加油！啊，你恭喜你啊！恭喜啊！謝謝。安子姐，多謝。好，專業畢業當我錯哈。好。哦，安尼好激烈哦！等我搞哈。哦，好新年哦！哎呀，這安尼做安那個。嘿，有搶死投胎啦哈。學弟分數總分372分啊。372分啊，學姐總分380分。380分，贏8分，所以安尼學長組也變贏了哈。所以就要看那個安尼學弟學妹組，也目前就有2位。細米勇哈，細米勇哈，啊還有彭玉琴，人哋分數共用係92分啦哈，嘿，搶死淘汰，搶死啦哈，所以唔是緊張啊，下禮拜再過來拼下嚟哈。好，安尼今晡日節目都要告一段落啦。好，係啊，好唱歌嘅朋友共用哦，大家嚟報名哦。報名專線0919388398，還有純正天花0227778231。好，等下都嚟報名哈。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還有多謝辛苦嘅評審先生，安子生。思夢先生，謝謝。思夢長水長，學長學姐，思夢。很滿意的小飄，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也很辛苦了啊，謝謝。好，今晚大家我們記得下禮拜同樣時間時間呢，老年大擂台，老年中下來，再見，拜拜。